開年呢個財經圈真係好多料啊！1月20號，特朗普嗰個氣勢輝煌嘅就職典禮現場，簡直就係全球富豪大賞。馬斯克、貝佐斯、扎克伯格呢班超級大佬紛紛現身，嗰陣嘅佢哋財富直爆燈啊！大選結束到就職前呢段時間，簡直就係富豪們嘅財富狂歡季，標普500指數一路狂飆，好似打咗興奮劑咁屢創新高。投資者們更加瘋狂，一股腦咁扎入股票同加密貨幣市場，大家都眼巴巴咁盼住特朗普嘅政策能夠俾商業帶來轟炸效果，狠狠賺一筆。就講馬斯克嘅特斯拉啦，大選結束後嘅幾週，股價好似火箭發射咁暴漲98%，直登歷史新高。仲有阿努嘅 LVMH。喺特朗普就職日嘅前一週，股價蹭漲咗7%，呢一漲就令到呢位法國大亨嘅身家瞬間暴漲120億美元。扎克伯格嘅 Meta Platforms 都唔執輸，特朗普新任期開始前漲咗9%，就職後嘅頭4週又接住猛漲20%。但現實往往好打臉，原本大家滿心期待特朗普第二個任期能夠令市場收益一路起飛，點知希望直接涼涼。從佢上任到依家，標普500指數一路苦衝，跌幅高達6.4%，尤其係周一更加遭遇滑鐵盧重挫2.7%。美股呢一跌，嗰啲參加就職典禮嘅富豪旗下公司就慘咯，直接俾拍咗喺沙灘上。同特朗普就職前最後一個交易日，即係1月17號相比，呢啲公司嘅市值總計蒸發咗1.39萬億美元，呢個數字真係嚇死人啊！再睇下大佬們嘅個人財富，縮水情況更加慘不忍睹。馬斯克嘅個人財富淨值從嗰陣之後狂行1480億美元，貝索斯都冇躲過財富下跌290億美元。谷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財富流失220億美元 ，Meta 嘅扎克伯格同 LVMH 嘅阿努都分別蒸發50億美元。據統計，呢5位捧場嘅大亨從就職典禮嗰日起到依家，財富總計縮損2090億美元。雖然話對佢哋嚟講，呢啲數字可能只是財富榜上嘅一串符號，但係呢個縮損速度，心臟唔好嘅真係受唔住啊！資本市場呢樣嘢真係太魔幻啦，話變就變，邊個都估唔透下一秒會發生乜嘢。